观众朋友，今日个好麻烦收看福起来下面个刘浩明。对2021年开始，我哋每一年要针对喺日经上面，可以努力向上，可以做我哋大学啦，無論我哋高中、小學、中小學嘅一啲榜樣學生嘅，我哋每一年總統如果辦法總統教育獎。我哋今日來賓都係2021年嘅總統教育獎嘅得主廖飛利來現場，而同我哋分享講，亦都更加未知嘅人生，而嘅想法。來，我們馬上歡迎我哋嘅飛利來現場。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屏東竹田嘅廖飛利。飛利，我請問一下哈，因為其實我哋第一講喺嗰度嘅報紙上面啦，還有訪問地方已經有談到人嘅故事啦哈。但是你係咪同我哋嘅觀眾朋友大約紹介一下你自己嘅過程好冇？其實我係我講屏東竹田係我嘅故鄉嘛，唔過我係對幼稚園啊歸去竹田。因為晚些時間我係睇領路同媽媽爸爸啊嘅時間，因為晚些時間爸爸有那種家暴的行為，唔過伊唔係講嘅係會打細年嗰種，係講言語上的暴力，就係同隔壁鄰舍啊，同媽媽就係波波輕輕吵事嗰種。媽媽係講我哋。伊個時節看到我同阿姐啊，就具體別講風，就緊準。嗰時候媽媽看到一個情形，就決定講愛帶我同阿姐歸去阿公阿婆度卡嘿。嗰時候差唔多幼稚園時間，咱歸去到屏東竹田。嗰時候嗰種攏睇屏東女僕嘅圖書。嗰時候媽媽爸爸差唔多睇我嗰種嘅時節離婚。媽媽講會按比較晚，咱家庭會同意離婚，係想講我同阿姐年紀晚，其實可能會講有一些童年嘅影響。嗰時節就雖然講係媽媽一路帶我到阿姐到台嘛，嗰時節伊係一整年咱萬五嘅薪水，嗰時節萬五。除了愛上愛定，我以外愛有，因為盧卡阿公阿婆身體無好，像阿公就有心臟方面嘅病，還有代謝壓，阿婆就有糖尿有高血壓。對我同阿姐來講係講發生嘅兩件，影響過大嘅事情。第一件就係阿爸睇我定。各種嘅時節，就以睇領路嘅盧卡，就對個遮雨棚上面放下來，先生講個嚴重愛開腦，唔過嗰時節阿爸咪已經離婚嘅嘛，我同阿姐就唔知也按台北嘅費用愛對那片來，阿爸嗰片嘅親戚又冇人愛聽數，嗰時候最後係。阿妹就去求人，伊加一筆錢來處理一件事情。不過差唔多過個半年以後，阿妹又發生車禍。伊講伊係騎奧多拜嗰時節本車嘅撞到，故所以講伊係規個人逼出去，故所以嘅尾椎有嚴重嘅訴訟。嗰時節就因為愛休息嘛，休息嘅時間又太長。就有冇投入，所以對我同阿姐來講，嗰時節我哋嘅世界係變態嘅，因為想到咱處理係阿爸費用嘅事情媽媽又發生一件事情，所以嗰時節就想到都卡喺數年攏冇嘅，差一時我哋咪冇辦法繼續讀書對我來講，萬世一條較無快樂嘅童年，就所以我到高中嘅時節，因為我讀平5嘅語文自由班，嗰時節我就挺好寫文章寫詩那種文學作品。我是覺得說，文學作品對我來說是一個，就是對於自己。過去童年那種不幸的遭遇的一個比較深刻的去
写下来，然后去描写它之后，我自己内心可以得到一个释放嘛，就算是对自己过去经验的一个和解这样，所以就那时候很喜欢写作的原因在于这边，对。应该你问遐问题，其实我感觉到讲，这个嗰种讲法来呢，一路讲法来个平顺呢，讲系一团热的啦吼。但是其实一团热的嗰种系，真实的个人来讲，我话其实亦唔算一个过平顺的讲法。尤其系其实万世时节会读英语书都爸爸的一种，可能讲言语上面的一个抛力吼，其实。对你来讲，我可能嗰些可能冇乜感覺，其實聲音還是會感覺到，我感覺到，而且嗰種，我講到有時嗰種講啊，吼，唔係講真實會講到有乜個上司、乜個生命嘅問題，其實嗰種講係一種，做乜個應該係照顧我哋人，變成一個我能夠施加在暴力的人，我聽你講，如果人算是蛮关键，强的时都面临到经济上面的问题啦。虽然唔係講係唔定有一個經濟問題，但是經濟上面的壓力其實都已經感受到嘅。我感覺到講，其實睇人強的時節，都已經遇到一個問題嘅時節，有時有啲人我講啦，我哋可能過去最大一個祝福咯，我哋萬世是過苦。因為喺班我哋可能過苦嘅時間，我感覺到其實我哋已經度過嘅。其實一般我哋講日本嘅基傳送，好，利益啲台灣人，伊嘛講其實伊喺做文學地方，伊可以得到很多的救贖。因為伊嘛喺伊曾經嘛讀到幾多規模嘅事情，但是伊喺睇文學地方，伊面臨到伊可以變成幾多個角色，伊面也可以做幾多以上嘅做嘅事情。但從嗰時節開始面臨到文學嘅時間，唔係用嘅角度去看文學一件事情，係用希望講喺一邊得到一種心情個抒發，還是講你希望講喺一得到一種，譬如講乜人可以講啊講，喺邊攞用行。睇起來較偏向第一種講法，就係因為我一開始咩冇想到我會幾好寫文章一件事情，係因為你就心血來潮啊，就講我來寫一篇散文，這樣啊，嗰時間我就寫我自己的故事嘛，雖然講起來很誇張，但那時候我是真的寫到一半，我自己一邊寫一邊大哭的那一種，就覺得我寫文章啊，寫我的故事，我就做得對。從寫完這篇文章之後，我好像自己真實的面對萬世時節故事，因為嗰時節萬過世嘛，唔出題不可有發生事情，不過唔會去仔細思考說，這件事情對我帶來的影響是什麼，就都會高中嘅時間，就靜下來去想這些事情，然後想這件事情對我帶來的影響一些東西，然後就覺得在我寫完這些東西之後，我好像可以得到心情上的釋放，對，然後一方面也是希望可以因為我的文章可以幫別人有一些感通同溫暖，這個寫的時節其實你有一些變成觸發你自己的。好，你唔係幾時隻故事地步，叫做什麼嘢？你都變成另外一個來看一件事情的另外一個人。嗰時我可以用嗰太嘅年紀、嗰太嘅想法、嗰太嘅嗰種生活的經歷來重新去面對萬世所面對的事情。因為萬世時節，嗰時節可能某個事情唔對嘅時節，嗰種講其實係變喺心地步。但是有時節，你這個我感覺到怪無力。好，因為你這個冇辦法去改變某個事情。好。但是你後來睇嘅時間，重新去寫一件事情，你等於講，你用第三人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同時唔係作為一個分析，咁嘛？你分析一件事情嘛，佢希望講，幾時嘅聲音就可以行出來啦。係冇錯，其實講最大就係想講自己會行出來一件事情。係啊，嗰時家今日係咪可以睇一份自己嘅作品同他嘅人來分享講，幾時嘅一個想法啊？好，睇下講一段嘅散文以前係咪同我哋說明下講，當初做乜我寫一段故事咯？好，
我写一篇散文，名的温度等待荼蘼花开。因为本身我喜欢荼蘼花这个给我的古典的那种诗词的意境啊。这篇故事一开始是从我在某一个时候学到的，就是心理学上有所谓的那个假记忆、假的记忆的事情开始。除了讲，假记忆就是可能人在童年的时候会有一小段的记忆是虚假的，可能是你自己设想出来的一个记忆。然后其实我头都有讲，有一个画面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就是我同阿姐具體嘅白高峰一個畫面。其實都我差唔多高中嘅時節，我就問媽媽講，係唔係有一件事情嘅發生？故事其實有段事情都係有發生過麼？下一段節目我都馬上同講，有時下我都馬上過來。开锁后的记忆像是迟到且坏掉的木钟，一集则是晚了15年，一鸣惊人，关于黑色的一整片，轰烈前进弱小的脑壳中，一切的那些这些都回來了。我過來復起來嘅，頭都唔談到嘅，你香港嘅非典上一台節目講嘅，而到底而萬世讀到一件事情係唔係假嘅建議？從頭到其實這個有關問媽媽嘛，亦都係咪假嘅建議？但是其實我哋一想講，唔做乜個意義係假嘅。就係講，其實我有偷偷啊問我送上阿姐，就講但有記得一件事情喎。阿姐又同我講，冇啊，那有啊，係唔係唔自家記查嘅？因為就係按呢，我就想講係唔係因為我自家睇上我哋萬世屋下有發生關唔好嘅事情，故所我自家就聯想了一篇故事出來。結果係咪真嘅咯？真的啊，是真的。其他啲問題嚟講，佢中國人後來嘅意義係假嘅。後來中國嘅意義係假嘅。因為有啲心態個特別嚟講，有時候我哋講，人睇過痛苦嘅時節，以為我能夠 deny。否認一件事情，你講我冇人痛苦，這係一種嘅看法。一種看法係認為講，其實後來可以越來越掌控人嘅生活嘅時節，唔會認為講啊，我當初應該冇能力。你變成講我更加高有能力嘅時節，其實唔會非常說哦，嘿下我還是有樣嘅事情哈，係有一種個真相去看一件事情嘅，認為係唔係那個情形。其實我程度有一個幾複雜嘅想法係，我睇上，我萬世時節阿爸對我幾好，我同阿爸嘅合照地步啊，攏係阿爸讓我，媽媽讓姐姐，阿妹又同我講，其實爸爸萬世對我幾好，幾想，故所我就想到，係唔係因為我哋差唔多。睇阿爸妹離婚嘅時節，看到阿爸對阿妹一個唔好嘅做法，故所我就自家同意，就會欺騙自己說其實阿爸對我該唔好一件事情，就係想係唔係我所有嘅事情都係我自家聯想出來啊。但是有時節，我哋講過一些事情就從我哋講。幾多層面的一個 habit 啦，尤其係你這個因為打開一層咧，其實地方係幾多層。尤其一路打開落嘅時候，你都發現到講，可能喺嗰時節，爸爸有自家嘅苦衷，有自家壓力。但你再打開嗰時節嘅時節，你會發現到講，其實我哋感覺到嗰時節嘅一個想法，其實後邊有幾多故事。但發現到嗰故事嘅時候，你會發現講唔能真是會行出。其實我一篇文章就係寫，我睇嘗試跟
阿爸和解的一个歌唱一篇文章，就好多像主持人讲的一件事。像唔知近个已经系太学生了嘛吼，唔太学系托乜嘅行呢啊？中山大學嘅社會學呢？嗰啲社會學呢，你我應該嘛，我讀到嗰度，譬如講社會嘅現象嘅一啲理論嘛，譬如講社會怎麼會對立，社會怎麼會階層，嚇，社會怎麼會有弱勢，怎麼我哋會按嚟去對嗰種嘢。這裡講看好了唔錯嘅事情，怎麼咧？大部分嘅人還是會被批評。好，跟你從你看到按到嘅社會嘅一種我哋講理論，嚇，面對社會問題，以這個說明嘅理論。像一條我哋講學嘅課程裡邊，你最好係哪一個課程？我最好嘅就係一件事情出來，我哋愛去討論一件事情發生，嘅原因同伊背後，做乜嘅會發生一件事情嘅經過過程安尼。因為可能係我自個家庭背景嘅原因嘛，我讀到差唔多像有弱勢嘅議題嘅時節。我就會用我的立場去想一件事情，就比我的同學想到較無共用的地方較深一層嘅意義啊。因為講我的同學可能對生無經歷過一件事情，相關的事情，故所以一定會無較理解，可能一定一條弱勢嘅一定會用嚟想，怎麼嘅會做一件事情。因為其實社會研究部分裡邊，如果同人講一件事情，你講社會問題冇絕對嘅錯，冇絕對嘅唔錯，冇人願意，冇人將來都係弱勢。弱勢係階級造成嘅。可是但是有啲人如果認為講，有啲人本來都冇努力，嚇，該努力嘅時冇努力，嗰時又變成弱勢，嗰時佢係一回事。但是真正變工弱勢嘅人都提講，有時間你這個唔係這個唔努力，有時間係幾時間唔知係發生乜嘅事情，你看變成更加情形。嗰時有時間係一種我哋講體制結構變成一天咪有啲人變成一啲弱勢，但是一啲東西一啲弱勢係咪要用某個方法去救治，但是然後因為講唔救治，一定有天數嘅弱勢變得個弱勢。嗰時候有種東西其實明年嚟討論啦，但是我相信你講唔對，我過快啲講，我相信你這個用年嘅過程以後，你重新再看一個問題嘅時間，唔會看得過清楚，有啲事情嘅發生，唔係按應該變成某個東西。咁從人哋讀書嘅過程裡邊，你這個有，譬如講咁講到也時常對人幾好，冇嗰個影響幾好嘅嘛。對我印象幾大就係我哋內行嘅按到葉高華教授，一個先生就係幫我去講，我唔會去投嘅競選總統高雄獎嘅先生。因為嗰時嘅先生問我講，一件事情嘅時間，我幫同先生講，我在想看啊，應該冇乜嘅機會啦。嗰時嘅幫猶豫一下啊。另外就係我大學嘅時間，我係透過特殊選才入去中山大學。嗰時嘅葉高華教授就係我特殊選才嘅面試係先生。嗰時嘅伊就啲我會講學一件事情。所以就我咪冇你太好讀書嘅時間，我就有收到學姐講，學妹我來主持那項是主年研討畢業主持人嘛，係就本來冇你太好之前就有一個機會，後來嗰度像乜嘅獎學金嘅申請啊，先生都會聽書同我寫個推薦信，嗰度像後來有啲位相關客家嘅工作，像中研院嘅工作都係先生推薦我去做嘅。嗰時我一方面其實先生第一眼嘅情形啦，嚇，因為如果你有冇講客家又要轉廠，嚇，因為人家對人家生意來講話，冇講客家其實係一個
佢出他去整下的一个转爽啦哈，但是嗰时变成讲每个都主持的节目的一个主持的一个主持人的工作啦哈，无论做一个基本研究的时间，我记得一清。咁像当初我哋咧一教书去提名去呈现我哋咧中途教育奖的时间，因为最大的重点系乜嘢？因为最大重点就是头主持人有讲的，等我哋也睇後生人話要講母語，話要講客家人較少。另外一方面就是因為我家庭過去唔係幾好，也兩件事情加起來，伊就想講我要去試看啊。嗰時就一百路唱咪？也係我第一擺申請。嗰時就係我先經過校內初選。時常出講，因為嘛，我先校內初選啊，有某一天，佢說無論用你就先去偷看看。嗰時係一個好高一點咩？一個好高推，一個出去。一個出去，出去以後喏，話得睇下你在選過冇？出去以後就我聽講今年好像有1000多位學生，先經過第一個階段，然後就進入第二階段的話，就會有面試嘅主題就會都唔會好高。面試我同時上同我一個講親友團，可能我請同學啊，或者朋友攏可以，就來面試我哋。咁唔知個幾時嘅親友團搶喺乜嘢啦？親友團我就搶教書，另外一個就係我嘅同學。佢幾時就英文的問題，他有冇問啊？他有就我一開始就我先講30分鐘嘅次我小結。30分鐘啊！30分鐘就一件係第一件事情後來就面試嘅現場就會一直專注於講過去一件事情來嘅唔用嚟行出來。嗰時間我想到就係，因為我就順順地講我故事嘛。嗰時間就面試現場就講，我看到你很多就是後來做過的一些很多活動，但是我想要問的是，你要怎麼走出這個困境？對，就一直強調這件事情，所以我就感覺我那時候就覺得我沒什麼希望了，因為他們感覺好像不是很滿意我對於過去事情的回答，但是我當時間我喺安尼想，就係因為我睇嘅我就冇想我一次去想我過去發生乜嘅事情安尼。所以說，其實你這個因為講，你這個回答唔係講幾好，但是後來還是有得獎嘅。面試結束以後，冇同我講乜嘅時間會有出來結果，我冇想我去關注一件事情。後來得獎咪係我欣賞告訴我的。其實菲林嘅得獎唔單止因為伊行出來以前那個團建的，其實伊把一團伊推廣客家文化嘅故事，其實佢得到我哋咧評審單位伊的看重。就是下我第下我哋同講一團故事。翻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2021年總統教育局嘅會議，同我哋講伊當初嘅呈現嘅過程。我就想問一下嗬，其實我哋提講一部分有一啲這個以前應用嘅行出以前嘅嗰種我哋講語言嘅部分啦，呢部分其實係看到唔單止按人強會講按好嘅學法，其實我哋提講唔係推廣客家文化教育地方，其實嘛把個太成立。一部分你係咪同我哋廣東朋友紹介一下講？譬如講唔聽那教，然後教我們那種人。像我有一年暑假時間，我就因為講媽媽係社區嘅志工嘛，個社區就有舉辦一個兒童嘅營隊，伊個目的就係講愛幫社區嘅青年講或是客家話，或是相關於客家文化嘅事情。嗰時間就一節課係講教青年嘅唱跳客家歌，
啊，嗰時節前幾年就伊個先生就講哦，臨時冇辦法對北部下來，啊，嗰時節半夜嘅法通除了沙期以外，就係平科大嘅學生嘅，啊，嗰時節媽媽就沙期其他職工就問媽媽講，咁我係冇嘢來好誒，我嗰時節聽到一開始其實有一點點的排斥，唔係講我冇想我教4年嘅，係邊個我太久冇安尼喺你面前衝跳，係就是有一點感覺拉不下臉的感覺，因為雖然本身時間，我就偶像姐姐啦，嗰時節就好，後來就有答應一件事情，後來就大家好嘅用數個嘅，我還記得係嗰種係天公落水同八公八婆，嗰時節就厚着臉皮就到早起教4年嘅跳舞唱歌嘅，迄個我記講，即個嘛就睇女僕嘅時候，即個喺女僕嘅時候教育嘛吼，女僕嘅時候推廣客家文化，佢送我課咯。佢係講一開始我就想講，因為我自己沒有受教育學程，嗰時候我有想到講，萬世時節好教嘅先生攏對我規劃，我就想講，我可以利用我有限嘅時間，歸去母校。看有愛聽書嘛嘅嘛，嗰時候我就同先生討論講，咁我可以歸去先同伊哋課業輔導。其實重點係睇課業輔導，就係講我對象係教推嘅4年嘅。推廣客家文化係因為我嗰時節發現一件事情，就係講因為我嗰時候讀幾篇女僕嗰時候算係客語生活學校。我就想到，家可能人家嘅小朋友應該攏會講客能錯，唔過我因為克服嘛，我就提每一點講，咁唔定平常時會講客嘛，或係上課與課嘅情形用嚟啦，一定就講先生我係好老年，我唔會講，我就發現講，弄同我嘅時間差很多呢，我嘅時間就想講，冇咁我利用可能下課時間，同伊哋打嘴鼓講乜嘅客家話、粵語話安尼用嚟講，客家文化嘅故事用嚟安尼。所以多人講有啲重點都講，有一部分係有量嘅吼，一啲係講我哋對我哋校對嘅一種口語輔導，吼，一啲係講我哋就是從用客話同嗰種人個聲音嚟打嘴鼓。我就想問一下第一件事情嚟講。譬如講校對嘅口語輔導嘅部分，一定高聽唔到正常嘅嗰種我哋講教育嘅一種經常係咪？就係講有一些學習上嘅弱勢，冇就係因為阿爸阿媽睇冇閒冇時間可以教伊哋寫作業，就順帶就伊哋差唔多。早上頭9點嘅時間愛練球嘛，嗰時候就我就提早1個小時到1點鐘到伊哋就可以。咁嗰時陣，我因為講，咱哋去做我哋講口語輔導嘅時間，有安尼嘅一啲功能以後，一定有固定嘅東西，一定即係會講課。伊哋就過後就問我講，先生下一個暑假來冇？係啊，你真係有啲人睇㗎，意思係講，其實聲音咧唔係唔好讀書，有時係真係有時聲音要有眼皮讀書。因為伊哋年紀是蠻過細，從我教嘅1年生到6年生攏有，嘅年紀嘅跨度非常嘅大，我就一開始有一些感覺人格分裂，所以我面對1年生嘅小朋友就會，那個什麼什麼小朋友，你覺得這個怎麼樣？然後到6年生嘅學生嘅就會，就是用另外一種口氣跟他說話，對。要提打嘴鼓用嘅啦，因為聲音嘅話，1年生真係如果用搞得的哈，用搞得人家下重要，但是他嘅時間其實你用講得的啦，係都本然嘅。
第一部分的话，我想请问，因为其实从人家人台嘅年轻人来讲吧，因为讲合法一件事情对人来讲，伊係一啲乜嘅角色啦，亦都係一種我哋講從來我講母語貴重要嚇，母語阿未教法貴重要，但是對人來講貴重要嚇。其實對我來講，講下係一件貴刺眼嘅事情，同貴神聖嘅事情。刺眼係講，因為我對西出成八體屏東六隊嘛，我嘅環境就係我嘅同學、我嘅朋友。多少啦，大最久嘅時間都會同用合法，冇就馬年嘅時間會。不過對我來講，講下也係一件很自然嘅事情，就是因為它亦係我自我身份認同嘅一個。你啲貴重要一個我哋講標誌啦。貴神聖的原因是因為辦這時間要參加校隊嘛，就校隊就會代表學校去攞杯比賽嘛，就對面嘅時間就講我會講下係一件幾厲害嘅事情咯，係到差唔多到高中嘅時間，就會因為我高中去屏東市區圖書，就會想到我會講下一件事情。變得很稀少，就是身邊的人突然都不會講客家話，你就會覺得它是一件，你擁有的一個才能的感覺。嗰就等於講，其實學合法一件事情，第一來講嘅話，唔係自然學會，嗰就係一啲對這個係一啲行業身份真認同地步，一啲貴重要一啲象徵啦。第二都講，因為唔睇。因為我講合法，然後去參加比賽嘛得個獎。佢對人來講，合法一件事情係本意的個正面的一個想法嘅。然後尤其是到高中以後，你發現講其實我哋應該嚟講，唔單止係合法流失的國家，其實好多法嘛係。好多好容易咧，天然台聲音咧，唔可以講好多法。嗰時變成講佢嘅成法地步，變成講唔可以講合法，我都有種人可能會講好多法，其實變成貴特別嘅事情，但是我想我在問你講，咁你咪講，因為其實係我哋算是我哋社會未來嘅棟樑啊。我因為講，我學合法一件事情，我帶領的行業未來嘅社會地位嚇。問題嗰件人講，未來社會地位還有合法一件事情存在嘅一個地方。其實我一次有睇上一件事情。因為講，雖然講我朋友同學，一旦攏會講下，不過從幾度我朋友就係一旦去攞批圖書以後，一旦就冇用合法，一旦就幾耐時間，咩冇機會同爸爸媽媽、辦起阿公阿婆講嘅時間，一旦對本身一旦係客家人一件事情，就悄悄咪有一些。可能冇認同，也係乜嘅攏有，可能到後來就唔係，有人講客家人就，很客家，就是很省啊，很一毛不拔，可能有一堆負面的東西跑出來之後，可能就會有一來一到人，可能冇認可自己係客家人一件事情。嗰時我接下來問題你講。咁從這個人紀來講，反正係咪同我哋喺度錄音教嚟建議講，未來嘅推廣我哋客家，我都講，譬如講我希望我哋人強人多講客家話，用嘅方法。我想到係可能愛結合自媒體吧，因為人家後生人總歸好告訴嘅嘛，可能自媒體或是一些像是Clubhouse、Podcast 這種。可能攏係後生人較好會去聽可能廣播，因為人家後生人都冇同你講，我會去聽乜嘅什麼。乜嘅垃圾油啦，我嗰時候看電視，大部分都看手機上面嘅節目。一個係講客家文化跟自媒體這些頻道結合的，另外一個我想到較
直接较实际的就会讲，更加几多人讲地方创生嘛。地方创生就会讲本好少人无就上爱味道一个地方的早期有一些新的东西进去的那些人，就会去推广地方创生。那更加我看到几多人提做一件事情，不过我无嗰种冇嘅有看到讲去地方就透过地方创生去客家种啊，无就去了解客家文化一种事情。嗰種意味講，係咪可以接下到一個新的媒體、新的方法，係同我哋地方創生有咩議題，向來發展我哋客家文化同我哋客家語嘅推廣。觀眾朋友看前面嘅故事，我發現到講菲林其實雖然講有一段唔係講過自然的一個童年，但是伊慢慢地行出嚟嘅段時間，同時伊嘛提講係一班客家文化應用嘅發展。點解感謝我哋菲林來現場同我分享咁多嘢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